成日返工、開會，甚至揸車嗰陣瞌眼瞓，俾另一半投訴，俾你啲鼻鼾聲嘈到拆天瞓唔到。喺香港，估計有超過10萬人受到睡眠窒息症嘅困擾，男女患者嘅數目大約係2:1，你又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呢？資訊由醫專會提供，今集特別鳴謝蘇勇柏醫生提供部分資料。點解會扯鼻鼾？原來我哋瞓覺嗰陣，軟腭、舌頭同埋咽喉肌肉等等嘅軟組織會放鬆，上呼吸道收窄，呼吸嗰陣就容易產生震動，發出鼻鼾聲。如果鼻鼾聲過大，代表呼吸道嚴重阻塞，呼吸變得短暫而且反覆咁停頓。經常係咁，就要留意係唔係患上睡眠窒息症啦。睡眠窒息症可以分為3大類，接近90%嘅個案都係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常見於年過40歲嘅人士，例如肥胖、男性、頸圍粗人士，或者鼻息肉或鼻骨移位、下巴後縮等就有較高嘅風險。第二類係中樞性睡眠窒息症，係因為腦部中樞系統冇辦法有效咁傳送呼吸信號，通常因為中風、心臟病或者服用特定藥物而引致。而混合性睡眠窒息症即係同時出現阻塞性同埋中樞性睡眠窒息症嘅症狀。點先知道自己有冇睡眠窒息症呢？可以留意下，最明顯嘅係瞓覺嗰陣有冇鼻鼾聲、呼吸間歇性停止、經常用口呼吸，或者睡夢中突然驚醒，日間覺得好攰、頭痛、難以集中精神、記性差，甚至變得焦慮、暴躁、性功能減退等等。好多人以為有幾聲鼻鼾好正常，但係萬一真係睡眠窒息症又唔處理，身體長期缺氧會影響心肺功能，容易有高血壓、中風、心臟病，嚴重嘅話甚至有機會猝死。外國有研究指，睡眠窒息症可以增加駕駛者發生交通意外嘅風險大約2到3倍㗎。要診斷睡眠窒息症，醫生可以安排進行睡眠測試。而家可以輕鬆咁喺屋企進行測試，唔一定要喺醫院過夜。透過多頻道睡眠分析而記錄睡眠嘅狀況，計算測試者嘅睡眠窒息指數，分析佢係唔係患病同埋佢嘅嚴重程度。一般會以每小時窒息次數為指標，5至15次可視作輕微，15至到30次為中度，達到30次以上就屬於嚴重窒息，情況相當危急，必須馬上處理問題。要改善睡眠窒息症，正氣壓機係目前最有效嘅方法。利用儀器產生嘅氣壓打通上呼吸道，令到呼吸回復暢順。病情較輕微嘅患者可以嘗試佩戴下頜前移矯治器，即係俗稱嘅牙膠，令到下頜輕微向前移，減少呼吸管道受阻。如果病因係屬於鼻腔或者下顎結構有問題，就有需要考慮外科手術治療啦。另外喺日常生活之中，亦都建議多做運動控制體重，嘗試側睡、戒煙酒同埋避免濫用安眠藥，相信亦都有助減輕睡眠窒息嘅情況。Evus 5大王牌全方位關心你嘅健康，心之寶豐富 Omega 3脂肪酸雙重膠囊技術，讓身體重回理想狀態。100%挪威製造，信心之選，全系列產品於官方網站 HKTV Mall 有售。想睇更多醫專會製作嘅影片，就即刻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